乌克兰第8行政上诉法院7月5日下令永久取缔乌克兰共产党。该党在各地的组织及其他基层组织和结构实体的所有资产全部上缴国家，裁决一经公布不得上诉。近10年来，乌克兰掀起去共化运动。2014年，乌克兰司法部向法院提交诉讼，要求取缔共产党，并没收其全部资产。2015年，乌克兰法院下令全面禁止共产党在乌克兰境内的活动。同年，另外2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工农共产党和乌克兰新共产党也被法院取缔。乌克兰共产党与中共一直交往密切，但此次被永久取缔，中共官方至今没有任何反应。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此事对中共政权的打击巨大。他同时希望中国人也能认清中共是人类灾难之源，尽早退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